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对，但没关系，反正教练这个工作是我自己选择的。哦，那我觉得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欣慰的是我的球员都很优秀。哦，虽然他们都知道教练很累，所以呢，在球场上他们都会坚持我们所给的那个策略，让他们去就是尽量做到我们所设定的这样一个战术或防守这样的一个阵型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尽力吧，对啊，虽然很累，可是我觉得很开心，对啊，毕竟孩子比我还努力，虽然我是在那让他们在场上跑来跑去，对啊，再怎么累也没有比他们累，所以我们这个是生命共同体，一起努力这样子。男女双方当然这是目标了，我以前都走到这一步了，对啊，你说没有是骗人的，对不对？那我也想，但我希望是球员比我更想才有用，对，因为毕竟球赛不是我在打，那我相信我的球员绝对是100%会在场上尽力，谢谢。4强赛之前，也针对佛光的一些外线，然后中间侧翼，做了一些预设的这样的一个练习。那事实上，今天防守上表现其实还可以的，还可以。那最主要，其实今天在进攻还应该是算是顺畅，有里有外，所以整体表现，我觉得球员都表现得很好。好，谢谢教练。那接下来呢，要请林迪来谈一下今天拿到的19分嘛，自己的发挥如何？还有比如说，包括在场上跟 Jack 的搭配，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今天你自己的表现跟发挥吗？就是大家把自己就是做好就好，然后你有进攻才有信心，就是有得分才有信心。然后如果失误的话，就是互相鼓励。对。对，那其实今天在场上的一个过程，当然有了 Jack 加入之后，你自己觉得你们今天在对上国光的整体战况上最大的帮助在哪里？我觉得我们就是有 Jack 防守，我觉得我们相较起来比较轻松，而且他的就是不管是进篮板还是防守篮板，就是都能带动我们大家。好，那另外呢，最后请玉婷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这一次是带着足球卫冕的身份来到小巨蛋嘛，那第一场比赛，你是队长，觉得今天团队的整体气氛表现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在那个锋线出手也很有信心，虽然是没有进，但是其实我也很相信队友，就是中锋会帮我们抢篮板，所以其实不管有没有进，我们都很敢出手。然后在分享球，我觉得今天做的还不错，就是赶分里面，然后多传里面，然后就会有外线的机会，所以我也觉得今天中锋在上中侧翼或被包夹传球，我觉得做得很好。好，感谢玉婷。最后呢，我们也邀请到了 Jack 来到我们记者会现场，所以想问看 Jack。So is it your first time playing in Taipei Arena, right? How do you think your performance today? I think my performance is I can be more better because today, even though I get scores, rebound, still I have made mistakes by myself, especially on turnover. I had 6 turnovers today, so I think I could do more better. Thank you, Jack。谢谢廖阳正教练，还有我们的林蝶玉婷，还有我们的 Jack。那我们的赛后记者会到这边。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闹辩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只要你敢说，我们就敢要。赶紧拍摄影片，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还有，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各位朋友，闹辩风向，敢嘴就来辩。